个国王就说了，理由什么，原因什么呢？为什么要杀和尚？国王说啊，因为以前有个和尚嘲笑我，对我不礼貌，大概这意思啊，对吧？所以我要惩罚他，我把他杀了，我还杀1万个和尚，来惩戒这个和尚。那意思就是惩戒这佛教吧，对吧？不尊重我，我就杀1万个。然后那个孙悟空说，哎呀，你这个你是法挺好的，为什么叫灭法？我建议你把国名改了。那个国王一听，挺好的，改。然后孙悟空他说为改什么呢？孙悟空说改成清法国，就是那个钦此的钦啊，钦州的钦，那广西钦州啊，那个钦，钦差大臣的钦，改成清法国。哎，那国王一听，马上就把国名改成清法国，就这么个事啊。这故事啊特别平淡无奇，而且这个也没有妖，就这一集里面没有妖，没有降妖出没，甚至啊，这一集都不算什么一难，算不上难嘛，对吧？这个考验对孙悟空、对猪八戒、对这个沙僧来说，那这是小儿科，这根本不叫事。但是为什么吴承恩要写这一集呢？特别有意思啊！这一集里面猫腻最多就是这一集。首先第一个，就这一集里面啥都没有，就是观音菩萨最不该出现的。因为自从这个孙悟空跟玉帝跟那个如来直接，对吧？真假美猴王之后啊，他跟如来直接汇报了，对吧？反正他也已经他已经不拿他们当回事了，反正是，所以说从那以后，孙悟空从来不去找什么观音菩萨，他以前一有事就去南海求观音菩萨，对吧？求这个求那个。真假美猴王以后啊，孙悟空就基本上不去找人了，对吧？都是别人找他，对吧？他就把你逼出来。孙悟空的一个办法就把那幕后老板给逼出来，让他自己出来，对吧？你不出来，咱就往大里弄啊！这孙悟空的策略啊，咱们以前分析过，对吧？所以说从那真假美猴王以后啊，孙悟空从来不去找观音菩萨，也不跟他汇报了，对不对？观音菩萨也管不着他了，是吧？就是失控了。那观音菩萨这一集为什么跑来呢？跑来提醒他说前面是个灭法国，明明这个就是一个小事，你知道吧？而且说完就跑了，你知道吧？这感觉给人感觉那观音菩萨也不知道头上为了啥目的啊，跑来就来通风报信。哎，一路上都有人给孙悟空通风报信啊。每一集到了紧要关头，就是那个妖怪比较厉害的地方，都有人给孙悟空透露那个考题嘛，怕这个题出太难了，完这哥儿几个折了，对不对？过不去呢，取经工程不也失败了嘛，对吧？既要考验他，又不能太难，知道吧？也不能太难为他。所以说每一集就是越那个大妖怪在后面的时候，他都有前面都有太白金星来给他报信，通风报信。哎，说前面啊，这妖怪有几件法宝，多厉害，你要小心啊。然后就对吧？每个地方都有，对吧？严重的地方啊，危险的地方都有人来透露题。那你说这个灭法国这玩意儿，它一点都不危险。那观音菩萨跑来干啥？这是蹊跷的地方啊。第二个就蹊跷的地方，就孙悟空说啊，我会这样的方言，他说我会说，而且我不仅听得懂，我还会说，让那个唐僧的几个人，你们不要说话，因为你们一说话，人知道你不是本地人，你不会说这本地话，我会说方言，还会听，那就说明孙悟空在这地方来过，对吧？你没来过，你怎么说呢？就是孙悟空什么时候来过这儿，对吧？灭法国。第三个就是孙悟空为什么要故意的啊？他2次泄露行踪，2次。第一次在弯小二那个房间里面，他本来你应该保密，对不对？人家发现了，你把东西偷了就跑一定，对吧？你一飞，他妈的弯小二怎么可能追得着你呢？你把衣服一抱，他一变，他就没了，就飞走了，对不对？妖怪嘛，你是齐天大圣，对吧？你犯得着要在那儿装个老鼠，完了之后，然后还暴露行踪嘛，说我是谁啊，我来取经的和尚，把这弯小二给吓的，对吧？但是孙悟空为什么那个弯小二他透露之后，完了晚上他又透露，晚上啊，对吧？他在箱子里面，他在跟他店里面，他露富，一般的在外面不能露富，对吧？他露富，完了之后说自己还有5000两银子，他没有，完全虚构。他为什么虚构他有5000两银子？他就是想让那些人知道，对吧？这个就是非常反常，就是孙悟空啊，非常反常。然后后面孙悟空把他们头发剃掉了，然后他们反而来拜唐僧为师，这都挺反常的。就这一集里面是最无聊，就大家看完之后不记得，因为他没有什么打斗，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地方，没有跟妖怪斗，对吧？没有任何这个降妖的，纯粹就是这么个事。所以大家大部分都不记得这个灭法国的这一集这一难。但是这一难里面却最有意思的，对吧？就是反常。我看来啊，以我的观点，我认为这一集就是为了跟前面孙悟空学艺啊，拜菩提老祖为师相呼应，包括后面一集，他就是为了呼应孙悟空来过这地方。大家记得吧？这孙悟空他拜师，他从哪儿走的？他是在东胜神州，对不对？先跨过大洋到哪儿？到的是南赡部洲，那就是东土大唐。他见过长城，他自己说见过长城，穿长城，越草原，所以他还是从中国的就是大唐的北边最北边，知道吧？一直往南走到哪儿？大概其实走到广西或者越南那一带啊，然后从那儿穿过这个大海，大概是印度洋或者什么的啊，应该是这样吧啊，到达这个印度的南部，那个时候叫西牛贺州。西游记里面啊，西牛贺州，然后在印度那儿又好几年之后，他再找了一个叫灵台方寸山嘛，斜月三星洞，是吧？遇到一个樵夫
樵夫说唱歌啊，说什么修仙对吧，多好。完了之后他一听，然后哎，正好我要修仙，长生不老对吧？哎，你想一想，孙悟空说他来过灭法国，因为那个时候孙悟空他是石猴对不对？但他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能力对不对？没有那个法术法力，他是个普通的石猴，所以他从中原大唐走，大概是他到那个灵台方寸山，好像走了10几年吧，也是走了游历10多年10几年才到那儿。唐僧取经也是走了14年还是10几年啊。孙悟空去练武练功夫也走了10几年，只不过孙悟空有2次漂洋过海的经历，走的恐怕是小乘佛教这个传播路线，你知道吧？啊，小乘佛教不就是从印度南部沿着海传到对吧？缅甸、泰国啊。越南啊，传到咱们南部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他是反过来的，从那儿走啊，走到了印度，到了灭法国。所以正因为那个时候他只能靠2条腿啊，对吧？他不能腾云驾雾啊，他走啊，那么那得走多长时间？在那儿他就熟悉了当地语言啊。你从这儿就可以知道啊，孙悟空到底在哪儿学的功夫啊？灵台方寸山到底在哪里？灭法国离天竺啊，离灵山只有不到1000公里，这按《西游记》里的说法，1000公里还不够孙悟空一个筋斗，半个筋斗就对吧？一个劲头是10万8千里，这只有1000公里了，对吧？开车几个小时，是不是就到了？实际上已经到了，你就知道孙悟空他到底去哪儿学的医啊？菩提老祖到底是谁啊？答案就在这里，就告诉你，非法授课，对吧？开培训班的就是如来自己，对吧？什么灵台方寸山、斜月三星洞，后面就没有了，对不对？而且孙悟空本来他就是想学个长生不老，孙悟空说了啊，他只想学长生不老，对吧？结果菩提老祖教他72般变化，筋斗云一大堆的，给他讲好多故事，对吧？说哎呀，这个躲三灾，这个那个的，对吧？你要学会这个，你要学，教了好多本领。完了之后，这个菩提老祖还知道说你要闯祸，你小子出家闯祸，你闯祸，你千万不能说我是你师傅，你要说出来了，你就完蛋了。反正你一说我就知道了。菩提老祖还说了，对吧？只要一说我就知道我就把你挫骨扬灰，反正你不几世，对吧？永远不得翻身，把你扔在什么地方，特狠，知道吧？就是仅因为你透露了我是你师傅，那就是对吧？用最狠的招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孙悟空为什么找到这个地方求师呢？好像是花果山有个老猴子叫通背猿猴，对不对啊？花果山不有个赤尻马猴，什么通背猿猴嘛，是吧？通臂猿猴，就这个猴子告诉他，那个老猴子说，哎，什么地方可以求得长生不老，往哪儿去？这孙悟空就找，一直找到灵台方寸山、斜月三星洞，漂洋过海，2次漂洋过海。所以说你看啊，所有的线索的指向，那个菩提老祖就是如来，对吧？如来明明知道孙悟空要闯祸，把他放下去，让他去闯祸，但是你不能说我是你师傅，对吧？不能说师傅长什么样啊，一说长什么样，人都知道是如来，对吧？不能说你说太上老君干这个，太上老君不在哪儿，对不对？你跑那儿灭法国离太上老君远着呢，太上老君顶多在富虎山，对不对？是吧？在江西呢，要么在33中天，是吧？太上老君要教这个道教啊，道家要教他，不可能跑那儿教。实际上这个灭法国离灵山非常近啊，离如来的大本营非常近，按他们的神仙的脚力，那就是对吧？6个弯就到了啊，走2步就到了。还有我为什么说这个说如来是孙悟空，就是如来就是菩提老祖呢？真假猕猴王的时候，对吧？如来正在那儿给那菩萨上课呢，啊，搞讲座，正在讲 PPT 呢。结果如来说，哎呀，你看2星者来了，2星都是1星，来个2星。完了之后，这个真假猕猴王跑到如来这儿，让他变这个不是变真假了，是变正邪。哎，真假猕猴王让如来变的不是真假了，他让观音菩萨、让唐僧、让龙王、让玉帝、让所有人变都是变真假，说哪个是真猕猴王，哪个是假猕猴。到了如来这儿就不是变真假，是变正邪，哪个是正，哪个是邪，听明白了？这个区别是有的啊，不是真假了，真假不是正邪，哪个是正，哪个是邪。然后如来就开始讲故事，编了一个赤尻马猴，6种猴子还是4种猴子？6种猴子，一个叫六耳猕猴啊，然后什么通背猿猴。如来为什么知道这么多？什么猴子？他说你们菩萨啊，你们天天在这听课啊，你们都不懂啊，猴子有几种？给他上这个生物课啊，如来在给菩萨说上生物课，说猴子有几种，还有个通背猿猴。所以你知道吗？就是菩萨都不知道，就是如来知道通背猿猴。所以说他知道那个通背猿猴，说不定就是如来，是吧？安排在那个花果山，在孙悟空旁边引导和这个引导和劝导监视孙悟空的，对吧？那个通背猿猴，他给孙悟空出的主意，说你往哪儿走，求师傅在那儿，对吧？求得长生不老。你看看这么一说，是不是就这么一说是不是就通了？然后孙悟空绕了一圈就去了灵山，到了如来那儿，如来
把自己对吧打扮成他改名了，改成菩提老祖了。哎，咱们这个教培你不知道吗？去年前年就以前专检的时候，教培不是非法了吗？那很多老师把自己改名字，在学校里面叫张三，出来教培的地方叫李四，是吧？这报道非常多啊，这是非法授课嘛，对吧？他就只改名字嘛，那佛祖也是这么干，他把自己改个叫菩提，是吧？你看现在人都这么学嘛，没毛病啊。这你看他的灵台方寸山，斜月三阴洞，他说我叫菩提老祖，菩萨我也多少菩提一大堆，完了这个孙悟空给他，所以说灭法国啊，实际上就是告诉大家，孙悟空啊到哪儿学的一样，孙悟空就是在灵山学的一样，就在附近。下一集啊，孙悟空还遇见一个樵夫，那个樵夫就是上一次他求师拜师求艺的时候遇到那个樵夫，那个樵夫把他带到这个叫灵台方寸山，斜月三阴洞。实际上灵山不存在，方寸山也不存在，都是心。都是心，它两个都是一样，都是心，明白了吧？灵山和方寸山都是心。西游记你看看懂了，你发现啊，原来那个孙悟空他就是佛祖的徒弟，不是指的都是心啊。灵山也是心啊，方寸山就是心啊，斜月三心洞就是心嘛，对吧？心不就三个点，一个斜钩嘛，斜月三心洞指的就是心。灵台方寸山也是心，方寸之间知道吧？就是心啊，灵山也是心，对吧？灵山就在你的心里面，这个佛教里面说的就是灵山就在你心里面。所以说啊，这个说明这个菩提它就是如来啊，如来给孙悟空教了那么多本领，实际上就是让他下去非法授课，完了这个也不能得不到认证，对不对？学历证、学位证都没有，就是让他去大闹天宫下面搅回去，是吧？所以说他长生不老，那阴曹地府没接到通知嘛，对吧？后台都没改，对吧？系统都没有，数据都没更新啊，谁鬼知道啊，对不对啊？这是一个啊。然后孙悟空那为什么他要在灭法国整事呢？他为什么对吧？先跟这个王小二说我是和尚，这意思呗？那意思王小二你赶紧报警啊，对不对？和尚来了，你不是要抓和尚吗？结果王小二吓坏了，你知道吧？估计是吓尿了，你知道吧？吓得神经不失常，不敢报警啊。孙悟空跑到第二趟来了之后啊，带着师傅跑过来，还跑到王小二店门口看看，王小二也没报警。完了他住到对面店里面，他一看这一计不成啊，又生一计，开始露富。因为孙悟空他是火眼金睛，强盗不强盗他能看出来，对吧？你看这店里面有强盗，那店里的小二，对吧？那人都不是好人，所以他故意露，然后我有5000两银子，就想让他们整事，你知道吧？是吧？那孙悟空就是想整事啊。为什么孙悟空要整事呢？在这儿我在想啊，一方面是孙悟空他要凑够81难，因为他知道这难不够不行，对吧 ？KPI 要完成啊，就是形象工程，那你得完成 KPI，你知道吧？81难少一难不行。所以说第一个他一看这你得整点事啊，你这么稀里糊涂的过了，然后到时候对吧？通关文牒一换就走了，这不就是这不白跑了吗？他的必须有一难，你知道吧？所以第一个有可能就是他就是凑数，知道吧？人家也拿他4个人凑数，凑1万个，他是拿人家国王是凑个数啊，凑成对吧？一难，要不然怎么那么蠢？你非要睡到这个箱子里面干啥？你睡到柜子里面干啥？还正好就相当于自己把自己打包，已经送到顺丰了，对吧？连包装都包装好了，连柜子都捆上了，你要往皇帝那儿送着了啊？是不是？你想想，你这不就典型的自投罗网吗？是故意的嘛？他就故意的把4个人打包，完了把马还牵到边上，这正好别落东西啊，一把送过去，别到时候马不是正哪儿就不合适，对吧？所以吧，你看这打包都打好，那个孙悟空他就绝对是有想法啊，这是阴难。然后这个故事更诡异的地方是，为什么这个皇帝啊，他是真龙天子，他那个臣呢杀了99996个，哎，9996个和尚，为什么那个城还有祥光笼罩？那个城里面一片繁荣，为什么？按理来说，这个国王我操昏庸无道，我操动不动杀人，杀9000多个和尚，我操和尚碍你啥事了？为什么杀这么多和尚？完了这边你杀了9000多个和尚，哎，那个观音都不管了，观音跑来，为什么他跑来就报个信就跑了？这个不正常吧？对吧？你看取经路上那么多难，前面乌鸡国，对吧？乌鸡国是干啥？对吧？不就是不信佛吗？结果把那皇帝扔到那个井里面浸了3年，泡3年，是吧？路上还有地方吧？还有那个柱子国，对不对？柱子国也是的，你他妈你是把那个佛母啊，孔雀的一个儿子射杀了，对吧？好，对不起，对吧？那就把你老婆抢走，让你们夫妻分开3年，对吧？睚眦必报啊！基本上佛教是不是睚眦必报啊？或者在这儿杀了9996个和尚，他的袖手旁观说不过去啊！仅因为有一个和尚诽谤骂了皇上就要这么惩罚，所以这个就是最蹊跷的地方。有人说啊，这里面也说法比较多了，对吧？有人说这个吴承恩是为了影射朱元璋啊，朱元璋他以前当个和尚，
三个和尚，他后来当了皇帝之后，这段历史不能提了，谁要提和尚就杀。他朱元璋把和尚也杀，知道吧？是影射朱元璋。有人说啊，就是也有这种可能吧，我感觉有这种可能，是吧？就是杀和尚。实际上呢，第二种说法就是咱们历史上叫三武一宗啊，灭佛。中国历史上4次灭佛，印度还2次灭佛，一共历史上灭佛是6次。你如果把印度也加上的话，6次灭佛。这个实际上就是反映那个灭佛运动。哎，那怎么灭佛还那地方还有降光呢？那也就是作者吴承恩恐怕他就是通过孙悟空的嘴啊，他想说灭佛是对的，对吧？这是说那个皇帝是真龙天子，哎，这皇帝虽然灭佛，但是他是个真龙天子。完了之后说这个城上面还有降光，对吧？下面一派法忍龙，那就是吴承恩就认为，就至少这4次灭佛啊。虽然有些过分，有些这个过了，但是它方向是对的。哎，你只能这么理解啊。如果你要把它倒过来看，你就发现它顺了。就这个故事啊，你从后往前看，就是灭法国这个故事啊，那就是唐僧师徒4个人到了灭法国，不叫灭法国，到了清法国。然后清法国这里全是信佛教的，皇帝连妃子、皇后、太监，对吧？还有那个大臣、老百姓都信佛，啊。你一个国家都信佛之后，你也知道这佛教它就会造成很多，因为佛教对吧？不是生产，那你生产力怎么办？经济搞不上去，对吧？大家都做和尚去了，完了他们还不用交税，完了他们还那个兼并土地啊！哎，寺庙的那个田产那是相当厉害啊，大量的聚集财富，兼并土地，完了之后他越聚集越多，完了他还养很多闲汉，就是那些打手，所以那个佛教它的势力不仅越来越大，不仅有钱，它还有势力，那这个对统治者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威胁，矛盾就越来越大，对吧？跟道教这矛盾也会大，因为别的教他都要入世，都要赚钱，这佛教他啥也不干，这和尚啊啥也不干，剥削，对吧？完了之后他还免税兼并，所以导致你这佛教掌握的土地越多，生产资料越多，他还不上税，那这个相当于游离于国家之外，那些统治者他没钱，矛盾一大灭佛，对吧？所以说啊，后面他们信了佛之后，国家民不聊生，后来就灭佛，杀了99996个和尚之后，国家一派繁荣祥光。你要倒过来看啊，你发现他说的恐怕就是灭佛，就是三武一宗灭佛啊。灭完佛之后一派祥光，天下太平，歌舞升平。你反过来看，好像就这么意思，对吧？但是我认为啊，这一集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交代呼应前面孙悟空的身世，他到底跟谁学的，他那功夫从哪儿来的，孙悟空的来历，通过这一集就交代明白了，那就是对吧？如来安排的，下去捣乱的，对吧？然后太上老君看不对，对吧？在那大闹天宫的时候，哪吒他们打孙悟空打不过，那个观音菩萨自己来了啊。玉帝可没有宣，没有说让观音菩萨来帮忙，没有。玉帝让李天王带人去打不过，让那个二郎神去，对吧？让他外甥郭云军嘛，郭云军对不对？二郎神就是外包团队啊，郭云军他在关江口，他不调不听宣，对吧？那就是相当于替玉帝干脏活的。好，让二郎神去打孙悟空，两人打得难分难解。观音菩萨一看不行了，对吧？本来让哪吒去，李天王，对吧？李天王实在能力不行，降不住这个孙悟空。李天王他是放心的，因为李天王不说了吗？他已经被佛祖给渗透了，对吧？他李天王自己的命就是佛祖保的。完了，这个木吒、金吒都在佛祖手下干活，哪吒也是佛祖给的命，所以你看都是他自己人，让他去打孙悟空抓，结果搞不定，就是然后二郎神去了，二郎神也搞不定，这时候观音菩萨出马，对吧？最厉害的杀手出现，准备把孙悟空给灭口。哎，他在天上准备拿那个瓶子砸他呀，把他那瓶子一砸下去，孙悟空不就砸死了吗？是不是？砸不死也重伤，结果太上老君给他拦住了，对吧？他说你那瓶子一砸，到时候碎了怎么办？你那是瓷的嘛，我这是金刚镯，没事，我来砸。所以你看力度恰到好处，孙悟空砸晕了，还没脑震荡，也没有留下后遗症，你看力度把握的多好，是不是？哎，这太上老君力度把握的多好，他你控制不好就是脑震荡，要么就后遗症，对不对？哎，一砸孙悟空正好晕倒，把他逮住，然后逮住之后就后面什么先又是砍头，又是一大堆的表演，完了之后太上老君说我把他拿到那个炼丹炉里面给他化掉，结果炼丹炉里练了49天，给他火眼金睛，然后金刚不坏之躯，对吧？这不就是给他赋能吗？就给他赋能啊，这个就是要保护正人，对吧？你把他灭了之后，这事就没了。完了之后，他栽赃给道教的，是不是？这猴子练的是道家功夫啊，对吧？那太上老君你们干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太上老君一看这玩意儿，你说不行呢，你怎么证明不是你干的？你怎么证明这猴子跟你道教没关系？这证明不了，那只能把这个正人呢先保护起来，对吧？如果灭口了，那就永远说不清。所以他就给他金刚不坏之身，你想弄死他不可能。所以如来佛失算了，本来如来佛去，对吧？你们弄不死，我去把他弄死就完了，这就结束了。结果发现弄不死就把他
刻到五指山下，对吧？给他贴一个镇压，说了，你看弄不死，那只能把他拉为自己人，对吧？硬着头皮啊，要收买他，因为你弄不死他怎么办？所以就把他放到取经团队里面，对吧？你到时候成佛啊，收买嘛，如意成佛，那你这完成任务你也成佛。那孙悟空一看，黑锅啊，背就背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么一说，是不是就顺了？所以说灭法国这一集就是想验证一下，告诉大家孙悟空到底跟谁学的艺，去哪儿学的艺，孙悟空怎么来的，天地之灵气，日月之精华。好，11点了，咱们就聊这么多了啊，明天再聊了啊。如来学的艺，对，老君是赋能是为了保护正人，对吧？就不是死了这玩意儿说不清了，你知道吧？那在这个观音要下杀手的时候，老君救了他，出手拦住，对吧？就这么简单啊！完了让他给他赋能，对吧？你想灭口，对吧？你佛教人想灭口没门，就这意思啊。